台南市議會國民黨籍的議員李中琴帶入會甲日本一方上午聯合召開記者會，針對台糖公司早佇今年5月就驗出粗油的原料苯片皮超標，卻無來通報。對此，議員依照食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甲着台南市的駐地條例，認為依法應該要來通報主管機關。在我們的食安法的第3條定義，食品只供人飲食或咀嚼之產品其原物料。那同第7條第5項規定，食品業者於發現產品有危害衛生安全之虞時，應主動停止製造、加工、販賣以及辦理回收的這個部分。那在並通報直轄縣市的主管機關，對於台糖未通報獨有，衛福部及經濟部應立即來撇清台糖之通報義務，並踢球回台中市政府。我覺得這就非常的不妥。咱的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條例，這食品48點鐘發現上演工業的食品，當然大家攏定義講這食品，食品是做好該是食品，還是講原料半成品，還是講各方面叫做食品。身為國營企業啊，更加做表率啊。哦，這一過中間，我捌伊自5月，伊就驗出講哦，有這個一直出來有苯片皮嘛，哦，保持沉默。我感覺講哦，這都來惡質。伊政府你身為國營企業，你無以身作則，而且還都隱匿這個毒藥吼，我感覺為你這個消息吼，我感覺無法度對社會交代啦。依法依照工廠或者是公司的所在地，雖然台糖的油廠佇高雄。不過總公司是佇台南，對此市府衛生局嘛回應，依照食品安全管理法，伊做不良法，目前要先看高雄的處理狀況，才會送到台南總公司由主管機關來查核。他的總公司因為在我們台南市嘛哈，所以變成是說，我們對他要了解公司你有沒有善盡督導的責任。哦，你下面這些在你公司有沒有善盡責任哈？這是我們第一個會去了解的。第二個，大家會說，陳其邁市長不是說那個罰單都是要移到你們這裡開罰哈？那我也跟大家報告，過去是這樣，我們食品的事件發生的時候，它可能會有工廠所在地，這是一個單位；另外，它可能會有母公司是在另外一個縣市。那到底誰要去開罰？因為我們現在是這樣子，我們的食品法規的規定，一罪不兩罰。所以高雄市或者是他工廠所在地，他可以開罰。他如果不開罰，他移去母公司，罰母公司是一樣的。所以說高雄市他如果這次他不要罰，他要移給我們台南市去罰母公司，那這個沒有問題。議員表示，台糖公司身為國營事業，本來就協助政府照顧民生，不過對着原料超標無通報，中央將責任撒給地方。現在就連地方嘛互相來推卸責任。對此，議員建議，類似食品安全甲着防疫的事件同款，一定要由中央來統籌，成立聯合單位，避免中央甲着地方的權責分不清楚。台南新聞李英根採訪報道。